台南客家因为出产真济黄麻，用来做真济生活用品。即马，互塑胶取代了后，黄麻的产业就强要消失去啊。有地方的青年就规划活动，佮结合台语的教学，互大人囡仔做回来了解黄麻的产业，传承在地工艺佮文化。几片黄麻蚕头起先去蚕内，甲采收起来，老师带大家要做伙做麻绳啊，要互因体验做农村的石头。做麻绳的流程真够工，就要先甲黄麻的皮取落来，再用菜刀取实物的纤维，甲提起芳绳啊。另外，甚至佮摕黄麻的叶啊来染布，来参加大人囡仔拢讲足新鲜。泡麻就合整。黄麻的活动也是很特别啊，所以想讲也让带小孩来体验。现在本身我们自己也没有体验过啦。黄麻因为当摕来做真济生活用品，即摆甲罕看到啊。主办单位表示，早前台南客家是黄麻重要的生产地之一。毋过到当互塑胶制品取代，种的人就愈来愈少。在地青年陈义军认为，若消失去真拍算，所以开始呼吁黄麻，佮结合台语办活动，俾互大家认捌在地文化。有的专有名词，其实咱用国语翻译不出来，所以像麻油啊、麻椅啊，台中甲台南讲法就无共，所以我希望讲大家使一边台语，一边去熟悉无共所在的文化。地方真拼说呼吁，包青年咧推测用黄麻做环保的产品，互黄麻用途更加多元性。因上大希望就是甲黄麻这个产业恢复正常的光景。记者咧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